大家好，我叫何以文，我係文物修復辦事處1級助理館長，專做書畫修復嘅。我讀材料科學工程學出身嘅，自己都好中意行博物館。當時係中意睇西畫多啲嘅，入到嚟做修復員啦，咁可以日日嚟博物館啦，可以親近啲文物啊，親近啲畫啊，係一件好快樂嘅事。工作還工作，欣賞還欣賞嗰部分要真係分開。例如狀況檢查咧，我哋需要好近距離或者好專注佢嘅狀況，而唔係嗰張畫佢個創作可以係親近佢。不過好多時候係唔知佢畫緊啲乜嘢，即係睇唔到佢嘅大嗰個畫面嘅。好多時候咧係做完，例如嗰個展覽，我將畫掛咗上牆啦。我先可以再企後啲，然之後再望翻張畫係咩樣啊，再欣賞翻呢一件事咯。